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8，诗篇31篇14节到15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我犹原倚靠你。我讲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造物伫你的手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对敌的手，以及困逼我的人。三角来祈祷，求我脱离对敌的手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监察阮、救赎阮，伫阮的生活中，逐时逐刻帮助阮，甲阮伫地全能信实的上帝。主啊，阮的肉体、阮的心肠，虽然渐渐毁坏，总是你要成做阮的气力甲扶持，所以阮要专心来倚靠你。愿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学罗你。主啊，因为阮的活命在伫你。主啊，虽然对敌陷害、困逼互阮真艰苦，总是愿要讲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犹原要倚靠你，因为阮的造物伫你的手，求你互阮脱离阮的对敌的手，以及困逼阮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